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苗栗地南邮局昨下晡一外包的司机，和邮局的厝边嫌载货相差，也得啊抬死，嫌怀疑杀人罪上班。台中一个2岁查某囡仔轩轩被虐待死亡，囡仔本地是台南市的保护个案，后来搬去台中，卫生法律部要求2个县市拢爱交代。昨一只外国邮轮经过高雄弥陀渔港的外海，全程进水，到的之外是拢有平安救出，嘛阁继续监控防止漏油。来看苗栗的地南邮局，昨下晡有一个住伫邮局对面36岁细老的查甫人哦，伊不满邮局的车伫款回时正差，也得啊抬死61岁姓杨邮局的外包司机，这嫌犯早起防以杀人罪移送法办咯。其实这嫌犯伫2当前哦，嘛捌举美工刀啊恐吓邮局的员工，是罚款1万块，无想到讲即届煞抬死人。监视器翕到初时下晡徛邮局对面姓刘的查甫，疑似提刀伫邮局大声讲，想袂到迄日下晡，伊真正提刀拼入去，甲姓杨的外包稳将台。随往初时才发生杀人事件，苗栗竹南邮局初5也是正常运作，不过外包稳将搬货时动作拢有放较慢。因坦白讲，心内也是会紧张。时间转去到前一日，姓刘的查甫可能因为不满邮局落货的噪音，竟然提刀拼入去，甲落货的运将台。61岁姓杨的运将着几粒刀不幸过往，家属是不加唔甘。在这家公司上班啊之类的哈，说就是去竹南同文把信件送回来苗栗这样子，这个行程是每天必经过的行程。家属表示，姓杨的运将虽然已经60岁啊，依然坚持做外包工，为生活打拼，做代志顶真负责。想袂到会拄到这款代志，互厝内人甲同事拢真唔甘。行凶的查甫人着徛对面目镜行，2当前嘛捌因为同款的原因，摕美工刀恐吓邮局员工，互判罚1万块。邮局表示，5大当前都有接到伊的反映，嘛已经做真侪改善措施。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常常接到那个刘贤的那个客诉电话。我也向我们的上级反映，上级都有照他的意思。这样子的改善措施似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对方的一个需求。那其实，在整个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提到说，希望对方可以加装气密窗之类的不过他们是不认可的。邮局表示，初时下晡接到姓刘的查甫提刀恐吓的消息，遂通知总局并提告。想袂到迄日下晡就发生憾事，专案以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详细司法情形也该等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个2岁查某囡仔轩轩被虐待死亡。台中市的社会局一开始是讲这个囡仔是台南市家防中心医疗保护的个案，后续的追踪嘛应该是台南爱负责。外界是批评讲这敢是杀责任呢？卫生法律部部长赵宗良就强调讲，会来要求台南甲台中拢爱提出检讨报告，嘛会来检讨看管市的处理流程。台中市进前传出疑似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一个2岁查某囡仔轩轩疑似受到因姓杨的老母甲当机人长期的凌迟，最后因为头部外伤引起脑脑损伤甲骨质出血死亡。根据台中市社会局的讲法，轩轩原本是台南市家防中心服务的医疗保护个案，后续应该由台南负责，引起外界质疑是咧推卸责任。相对是一些脆弱家庭，他们常常就是流动啊，每个县市跑来跑去啊，那你总不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户籍地嘛，所以台南当然一定还是有责任，可是实际服务还是要以人在地为主啦。而且卫福部表示，以现行的规定，若是脆弱家庭的个案，大多是家庭照顾、教养也是生活功能出现风险。医疗保护个案，说是牵涉到疑似受刑地、不当对待，也是人身安全疑虑等等，必须要马上启动保护机制介入。不过，当时轩轩住伫台中，敢若互台中列做脆弱家庭的个案，所以追踪责任如果转来到台南相关的单位，未来会阁检讨下管区处理的流程。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
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周总统强调，等待地方政府完成重大虐待囡仔案件检讨了后，中央会搁再审查案件处理的过程，确认对通报、跨管区行政协作、甲追踪的机制是毋是有落实。必要的时，会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检讨，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云林有一间餐厅，互发现讲电表是有改过。警察接到报案，伫电表的玻璃顶头是找到手痕，嘛比对查到一个57岁姓周的查甫人是专门来替人改电表偷电。第7个县市餐厅、工厂、佮温仔、佮一般的家庭，伊拢捌甲人改过电表，是偷1500万以上的电钱已经互云林地检署以诈欺假造文书定罪来起诉。台电嘛向违法改电表的民众来追讨电钱。这间餐厅业者，请一位57岁姓周的查甫人，用专业改造工具破坏台电电表封印锁，搁再用改造起亚北电流排线、改接线路的方式，干了电表运作，和台电公司无法度正确记录实际用电量，不法用户电钱变较少。改装其内部线路之后，再以伪造的封签上锁，借此干扰电表的正常运作，使台电公司无法实际计算用电户的用电量，以此达到窃电的目的。云林地检署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自111年到114年之间，用一件1万到5万的技巧改造电表，包括餐厅、工厂、养殖业者、一般家庭，所在包含7个县市。这么依照诈欺、伪造准特种文书定罪起诉，该电表用户也涉及违反诈欺得利罪责。是这个台电短收电费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是刑法第339条的诈欺得利罪那最高可以处5年的有期徒刑，亦得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地检署讲，姓周的查甫人总共替28组用户改装电表，偷电的金额有1571万块。大部分的用户经过台电对象有补答，其中20几个人得到反起诉。希望民众千万唔通小贪，要继续查不法改装电表，维护能源秩序甲用电的公平。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南部天气是无介稳定，昨暗有一只外国邮轮驶经过高雄市弥德渔港的外海，机械故障，船舱进水船顶是有9个船员，状况是真紧急。因为昨暗透8级风，海涌要3公尺的悬，所以抢救的难度是真悬也毋过海巡人员嘛是无险，甲全部人拢救落来，船嘛已经先拖到高原片外海的安全水域，会继续监控防止漏油。保平信号。船舱进水现象，现在他们已经放下救生艇，人员还在船上。海巡人员豆豆挖进故障的游轮，准备开始救人。此时暗时晚10点，高雄弥道西南方海角一只圣克里斯多夫级的游轮，因为船撇来车身断气，失去动力，几只船啊，和海景拍来拍去，随时有冰船的风险。海巡署第4海巡队随派巡公艇去救人，因为暗时海上真歹，海景悬阁透8级风，海巡人员除了爱甲船驶混以外，阁爱看准时机，甲船员一个一个接过来。2个过来啊，2个。3个，小等下，4个，慢只，好慢嘞。海巡开点外钟的时间，总算是顺利，甲船顶的9位船员拢平安救落来，无人受伤。海巡表示，游轮船舱入水，状况危急，因赶到柜的时阵，船员已经准备要跳起细只船逃命，加载有即时救援。另外，游轮船顶有13吨的柴油，甲200粒的乌油。海巡也派巡防艇伫边仔监控，同时联络航港局来处理，避免冰船污染海洋。游轮目前没有翻覆危机，已通报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转前往拖带，提醒附近经过船只多加注意。海巡表示，目前9位船员拢先安置伫咧队部，因为加压经过南部的天气无稳定，海上的风景真大。目前航港局的拖船已经把故障的游轮拖来到高雄港外10海里的所在，会继续拖去安全的海域。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南部，昨是落大雨，伫台南新公路新丰庙边啊一丛老树今仔透早倒去，树骹的石壁个乌鸦厝拢互地歹去今仔阁是新丰爷的圣诞，庙方是讲因2个月前就已经通报讲树啊破病了，也毋过是拢等无人来处理，好佳在是无去逮着人。
监视器画面，互人看甲真惊。透早5点48分，庙方这张4-5层楼悬的楼层啊，无中无伫，规层倒去，规个涂刷硬硬飞。好在当时天拄光，无人含车经过。毋过原本咧树仔开的红岛啊，当场跌歹去。这场意外就发生咧台南专台首义冠城隍庙的临时刑台边啊，雄雄蹦甲真大声，互住咧附近的庙方人员分明中带一条，赶紧来庙来看。带一条，好就无诶。啊。我唔知咧，圣诞啊，100多档啊。哦，啊，哥即摆无法度啊。无法度。我嘛讲今仔带个小爷生日吼，啊你无记得处理吼，即个大人要对骗，啊我处理我一早就开始，他6点我就开始。这张倒去的青啊，树龄超过1架子，倒落去的力弄甲真大，毋那甲有强架花石碑弄歹去，连边啊5爷的厝顶嘛害去。庙方较无奈的是，初5大好是主神圣母爷的圣诞，原定透早要大边啊举办祝寿庆典，即摆大树倒去，地势形成前着。庙方讲进前就发觉这树啊掉病，最近搁上大雨，树根挡袂掉，才安尼生。人家来看啊，可是他都一直拖就。哦，所以后来已经2个多月都没来。哦，所以才导致说他可能就撑不住了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啊，只是就要请人家来看。这2-3天，最大的雨势应该是比较我们判断是已经过去了哈，中间当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等等，或特别是山区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这个雨势哈，比较长的雨势会出现。加在这回无人受伤，临时庙体嘛平安无代。另外气象署讲，刷落来初7甲初9这2天，雨势会较明显，中南部地区民众爱特别提悬警觉。后礼拜2至拜4，部分地区嘛有落大雨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2天虽然风雨真大，也毋过屏东东流线嘛是个照常营运，也毋过总是有5级的风影。这阵的旅客是讲实在是真嗨。初4开始伫东港大平湾举办的亚洲排球公开赛，落雨天嘛是照常来举办，对于选手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有民众坐船要去小琉球佚佗，因为风影伤大，规只船亲像过山车，摇来摇去。只是对窗仔看到海影，头就开始戆啊。这2日啊，低气压通过，全台湾天气拢无稳定。屏东地区对初4下晡雨势慢慢变大，就落几暝。受到低气压影响，连海上风影拢有5级左右。要坐东流线的旅客拢有心理准备。大家说风很大，浪很大，我看到那个影片这样子，有堵住。就是要。撑到那边就对了。对。2米的浪，2米的浪。啊，你们有会带晕船吗？我们有吃晕船。伫东港大平湾，初4开始举办沙坡排球公开赛，有17个国家的选手来屏东比赛。原本因为欢乐像旧年拄着风台，有提早举办，煞无想到这2天屏东落大雨，场地搁伫沙坡，风头海影大，小可影响到选手的表现。主办单位表示，除非有单雷公也是风台，比赛才会暂停。第一个是打雷，因为有影响选手安全，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暂停。第二个就是说，当比赛已经选手没办法去好好控制这个球，没办法让比赛去做一个就是进行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停赛这样子。昨天的雨量累计24小时，在我们屏东恒春半岛及屏东平原都有长延时大雨的发生。恒春半岛最大雨量发生在丹路，24小时的雨量有176.5，潮州、离港、东港也24小时也将近有100毫米的。气象署资料显示，初6低气压通过了后，水汽嘛是高。后礼拜初8屏东地区会受到西南风影响，有短时间大雨，天气一直到后礼拜拢无稳定，提醒民众爱扎护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中国海峡论坛13要伫厦门举办咯。咱国陆委会总是强调讲，这个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平台，所以禁止中央政府的人员参加。地方政府今年嘛是禁止人员出席，所以台东县长廖庆玲进前有向移民署来提出申请，今年应该是无法度去参加咯。中国海峡论坛13伫厦门起稿，陆委会重新强调，这个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统战的平台，除了禁止中央政府的机关人员参加，对地方政府人员也对去年的无建议出席，甲规定改严格，头一个宣布禁止出席。海峡论坛众所周知，它是中共最大型的一个对台所谓融合统战的一个平台啊。那我们政府当然对此要所因应，呼吁
各界和各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的工具。台东县长赵庆玲之前已经向移民署提出申请，计划要起海峡论坛，不过他确定防拒绝。我一直觉得我把自己做成一个平台，是地方，然后民众跟中央两岸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如果大家做好，就会加分嘛，为民众加分。所以有点可惜啊。过去捌去过海峡论坛2届的赵庆玲，针对这届无法度去表达可惜。不过国民党有立委是对刘议会禁令无啥信道。怎么会认为一定是他们统战我们呢？我们去跟他们交流，怎么不认为我们也可以统战他们呢？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全世界有那么多论坛，你不去，偏偏都要去参加这种要消灭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论坛。你站在任何政府的一个立场的话，一定是表达反对的一个。民进党团指出，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逼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唔去嘛好，希望两岸的交流会当保持对等、更较健康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造畅水南海群号本地今仔要进行第17届的海测哦，因为海象无好，临时取消。台船的董事长陈正宏是表示讲，海群号至少该测试1个月以上。另外，针对路透社报道指出讲，台湾伫2029年哦，泛蓝飞弹的数量有机会会当有1850粒，有机会当来反制强南的威胁。江南国造海军号的测试瓦群线尾已经完成超滤射击、验证武器系统，证明海军号有作战能力。本来初步要进行第17遍海测，不过因为海象无好，要划停。海军号这么一个村内行顶跨岸测试的项目，下半年敢无法度顺利交揽。台船董事长陈正宏接受立委专访时阵讲，这项测试至少要1个月以上。我们在接下来的潜航测试1个月以上跑不掉，然后我们最少还会再进屋1次。因为这个是一般船也都会啦，在交船之前，交船要整理一下嘛。整理，对，所以有些工程必须要在入屋才有办法做的，就还在入屋一下。飞弹未流喷火射向海面出去，精准射到海上标靶。日军第3作战区随时伫宜兰海峡进行拖式飞弹实弹射击，发射拖式2A、2B 飞弹，展现反增加火力。另外，对中共军舰的威胁，美国制造的鱼叉飞弹、各造的雄风飞弹是国军反蓝飞弹的主力。路透社讲，台湾伫2029年可能会当有1850粒反蓝飞弹，伫台海形成杀伤区。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在传统上面的弹药获取之外，能够在这个目标获取、AI 辨识这些都能够提高。我们到底怎么获得？我们过去的一些飞弹装备、武器装备，到现在都还没有如期如数的获得这个可能才是比较大的问题。路透社讲，美国已经交450粒鱼叉飞弹给台湾，不过还有400粒还未交。李伟担心无法度照机艇形成防卫战力。这嘛国军有空射型、蓝射型、尖射型鱼叉飞弹，不过伫台海发生冲突时阵，可能互强军限制发挥。学者讲，研制鱼叉飞弹真重要。空射型在到时的话，可能我们不一定可以去掌握制空权。海上的舰队遭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些舰载的鱼叉飞弹是不是还可以去运用机动的反舰飞弹车，配合岸基的雷达、机动型的雷达，或许会是杀伤解放军比较有效的武器。高机动性、杀伤力强，研制鱼叉飞弹是国军反蓝飞弹的王牌。学者提醒，强军一定会用无人机反制，国军将会制定对策，保护关键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菲律宾2国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的谈判，因为范围可能会牵涉到咱国的经济海域，影响到渔民的权益，所以在野党是呼吁政府嘛爱参加谈判，嘛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要到国会去报告。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日本甲菲律宾的 EEZ 谈判是针对中国，目的是要稳定区域的和平哦。对台湾来讲，并无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力。我近咱的日本甲菲律宾5月28宣布会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甲第6大站海洋边界谈判，不过台湾风排除在外，敢会因为安尼影响到权益，甚至压缩到台湾渔民讨海空间呢？外交部表示，台湾甲日本和菲律宾拢分别有签渔业的相关协定，日本甲菲律宾也拢明确表达 EEZ 的协商未对台湾有约束力，对国际法也同款。其实他们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啦，因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到太平洋，就是我们台湾的东部，而且已经
舰跟飞机都出入在钓鱼台，还有巴丹岛附近的海域。所以因为中国在破坏现状，那我们周边的国家要增加互相的这个合作，这都有助于维持台海还有我们这个第一岛链的和平跟稳定。林佳龙指出，中国出面抗议日本甲菲律宾是甲因果电倒兵，因为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加上台湾、菲律宾甲日本同款面对中国的军力扩张，中国才是制造问题的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7期以日谈判为范围，是占到台湾的经济海啸，烦恼虚权的争议会愈来愈接发生。毋但呼吁政府爱参与日本甲菲律宾未来的谈判，也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国会专案报告，公开说明因应的对策。日菲共同讨论这个经济海域相关的这些问题，竟然在台湾的家门口来讨论我们台湾的经济海域是归属在日方还是菲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们谈，讲赖清德都视而不见。我正式在院会提出谁希望在这个时候不希望日本跟菲律宾合作的，那就是中国嘛，因为他们两个合作不是要对抗台湾是要对抗中国在军事上、在渔业上对他们的主权相关范围的侵占、侵犯跟协商。民进党团强调，只要牵连到咱国的主权，就支持政府强力交涉。不过也提醒，面对中国军事扩张，还有在印太地区想要舞一个新常态的企图，咱应该看重日本甲菲律宾强化合作的战略背景，那么就是踏入去中国想要分化台湾社会陷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进前公布，台湾头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有14.55%哦，而且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超过9%。回答执行长林婚早起要离开台湾的时，又搁讲真欢喜台湾的经济成长的表现是真出色。最近台股嘛一直起，嘛已经起破46000点。也毋过今仔是受到美国波通财报不如预期，毋但韩国股市大落，台股盘中嘛落破45000点哦，落要1005点。最后收盘是落606点，有收到45000点的关卡。来台湾14天的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今日透早准备坐飞轮机前往韩国拜访供应链的伙伴。离开前，搁再话声讲，台湾要发展 AI， 就需要人员。也若讲到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有14.55%，大超过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国家，互人是真歹相信。I heard that in the first quarter, Taiwan's GDP was 14%. So I'm very, very happy to see all the success and all the growth here in Taiwan and all of my partners doing so well. They're working so hard and I'm very gratefu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近伫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受到人工智慧的趋势带动，去年台湾 GDP 是冲到8.7%，伫亚太主要的先进经济体是摕到冠军，超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国家，全球的排名阁来到第7名。面对去年的高基期，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望有9.64%。当 AI 需求快速爆发的时候呢，形成低基期加上所谓的高成长的这个效果呢，使经济成长率特别的显眼。虽然台湾 GDP 可能个创新高，不过拜五的股市却互投资人面是青顺顺。除了拜是美国收盘盘真济起真少，更因为美国普通的财报甲展望真正力，互全球对半导体失去信心，大卖股票。韩国早盘是放落来到需要暂停交易的坎站，跌超过6%，日股也一时跌超过1600点。台股是跌落去45000点以下，一时跌到44209点，跌超过1400点。今天是 Computex 涨的最后一天哦，那这个 AI 的题材热度也可能渐渐的比较降温哦。那另外就是在外资的期货空单哦，昨天是接近7万口哦，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外资可能手脚都会比别人快速哦，那这也是近期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分析师认为，最近台股可能出现关卡震动，若做 AI 的股票无起较强，台股的盘面会较冷静起较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东的局势。美国咧协调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也毋过黎巴嫩真主党是拒绝。真主党的领袖是要求讲，以色列得爱全面撤军。以色列军方是强调讲，因绝对袂撤离，嘛佮继续针对黎巴嫩的南部来发动空袭。这波冲突嘛造成联合国一个人员损失。虽然冲突佮继续在炭烧，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乐观来表示讲，双方的和平谈判是有进展。
黎巴嫩南部的庄头受到以色列军方激烈的空袭，一直传出高高的乌烟。就算美国伫华府大力敲切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不过刷起后背后有伊朗做靠山的真主党强烈拒绝。真主党领袖透过电视转播发表书面的声明，要求以色列必须要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若无绝对袂放下武器。ما دام العدوان مستمرا فسنواجهه بكل ما أوتينا من قوة وسنطاله حيث نقرر ونستطيع وما دامت قرانا غير آمنة تقصف وتهدم ويقتل شعبنا فلن تكون المستوطنات آمنة。面对真主党的强硬态度，以色列国防部嘛反击，强调现阶段将会继续开火，甲维持地面的行动，绝对袂撤军。就算这项协议若要破局，停火看起来亲像无希望。不过，这个介入协调的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办公室接受访问的时，依然对中东和平抱着乐观的态度。I spoke to Bibi Netanyahu about that, and I speak to them about it, and I actually spoke to Hezbollah about it. And I think progress is made. That's 就伫以色列甲黎巴嫩双方坚持之下，真线的战火甚至影响到联合国驻防的单位。伫黎巴嫩南部的维和部队的阵营，煞去有迫击炮弹着，造成一名来自塞尔维亚的36岁维和人员不幸殉职，另外阁有2个人受伤。联合国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呼吁各方马上停止攻击维和部队。Since March, 7 peacekeepers serving with UNIFIL have now been killed following the escal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several more have been wounded. 联合国强调，这款攻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甲安理会决议。对这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来讲，停火的协议敢若只是空嘴无舌。只要以色列一天无撤出军队，因要回去家园的希望就拢无法度圆梦。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无人机哦，伫现代战争是真重要的武器。当地丹麦的举行的国际无人机展哦，要安怎侦测甲反制无人机的相关技术，受到真侪注意。那么做伙来看卖。北欧上大的国际无人机展伫丹麦盛大开展。今年展会的重头戏，除了无人机本身，更加是安怎侦测甲反制。This has now sort of proliferated into the military thinking of most NATO militaries.Which means now there's a push to figure out how to counter drone technology as well. 因为北欧空袭几粒边防侵扰，欧洲各国领袖当咧计划建立边境的无人机场。We are a dual-use manufacturer, so there's a lot of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for oil and mining and pipeline inspection and looking a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t we're also seeing a lot of public safety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s. 面对雷达一二监测的小型无人机，丹麦厂商研发出结合人工智慧的高解析度相机，会当用电脑视觉锁定目标。We go and install a sensor at a given location, and it listens to its surroundings. It uses some time to learn which are the, you can say, natural sound patterns in this area. 除了用目睭看，佫会当用耳仔听。这款仿生设计的听音设备会当分辨环境自然声的特征，一旦发现各样，就通随意境。传统的电磁波侦测嘛是反制关键。专家现场示范安怎透过将无人机甲飞官之间的通讯信号，甚至是 GPS 定位来进行乱炸甲证据收集。The drones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oth the cost calculation of war. So we have very cheap FPV drones costing just a couple hundred or $1,000, taking out very expensive, very bespoke systems such as tanks,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无人机的威胁愈来愈大，加上科技更新嘛一直加速，安怎建立更较有韧性的防空系统，已经是全球各国国防安全的首要课题。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来看尼泊尔一个52岁导游达瓦5月底带人去爬圣母峰，落山的时候却失去联络，除了人来准讲已经无命了，佮帮伊办后事。结果6天后达瓦被找到送病院，目前人是恢复了真好。总算得救的雪巴导游达瓦，车是坐直升机到首都加德满都的病院，一个落飞行机随坐软桥，互人塞入病院检查。目前已经会当开喙讲话，恢复的情形真好。达瓦的母囝也真欢喜。
52岁的打话带一个波兰籍的登山客爬圣母峰，5月29，两个人攻顶失败脱离的时，伫3号到4号营地，差不多海拔7500到8000公尺的死亡地带失联去。波兰登山客家己返去营地，也毋过打话煞拢找无人，就连亲人也已经放弃希望，甚至伫咧厝里替打话进行2天的祈祷仪式。6月初4早起，净山清理小组伫圣母峰基地顶头的昆布水墙附近，看到打话慢慢伫西林咧爬，工作人员随甲救起来。这个登山季已经伫咧5月底结束，有超过1000个登山者成功爬上圣母峰的上关点，是有记录以来上无用的登山季。同时，上无也有5个人不幸死亡。伫失踪的6天内，打话靠求生意志甲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拼过这关。高海拔地区搜救的黄金时间，干那24到48点钟，超过3天，会当讲是无啥希望啊。也因为失踪真侪天，包括气温低、脱水，也佫有高山症，脑部、肺部肿起来，几天内都活袂落。打话的记者也替高山医学甲救援署留珍贵的记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彰化市中山路大渡桥落南往彰化的方向，这个月初2有3台奥多摆甲1台铁马相撞，结果后壁奥多摆无注意到讲头前发生车祸未负闪哦，后壁2台奥多摆又搁弄着火，计共受来的人着伤。警方嘛提醒讲，骑车后着爱保持安全距离，嘛爱专心。奥多摆小连续骑经过彰化市中山路的大渡桥，那像是无保持安全距离，3台奥多摆加1台铁马弄做伙，结果后壁的机车未负闪，佫发生2台奥多摆相撞的意外。彰化市大渡桥落南往彰化机车道，伫这个月初2暗时8点多，接续发生2件车祸事故，拢总有5台机车、1台铁马相撞，6个人受伤，加载拢只是侧伤。民众骑乘普重机车行经彰化市中山路大渡桥南端往南机车道，因为保持安全车距而追撞前方车辆，导致3台机车及1台自行车发生事故，后续又造成2台机车擦撞。现场共6名骑士擦挫伤。大渡桥是彰化桶台中乌一个重要车路，但是附近民众就讲，不少机车拢会超速，无保持安全距离，才会发生车祸。真数是40呢，你即摆甲看啦，早一路超40的，有时若落啦、骨啦、落雨，伊会处理啦。机车就是爱行汽车道，另外一边是往南道的部分，本来就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不要超速为原则。警方表示，这2件事故拢是因为无保持安全距离，才来发生车祸。提醒民众，无论是骑机车也是驶车，拢要遵守限速的规定，随时注意头前的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即马微型电动二轮车骑的人是袂少，也毋过有挂牌的车真少，问题阁真多。有立委就要求主管机关应该爱加强查验管理，制度配套还未完成进程，无应该阁扩大补助。目前的这个补助计划里面是包含微型电动2轮车，是单纯只有电动机车。那下一期的计划，明年开始的计划，会不会纳入这个微型电动2轮车？我们目前正在评估当中。日后如果说我们的主管机关它有在公告新的这个针对相关零组件等等有新的输入规定，海关一样会配合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边境管理。交通部统计今年3月有挂牌的微型电动车，大约计共有386000台，也毋过民间推估全台湾应该有将近100万台，所以有挂牌的车是无到一半。经济署嘛指出讲，这几档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骑微型的电动2轮车死伤的事故是增加袂少，所以是要求相关的单位伫1个月内就要提出具体立管的方案。再来看洗车使用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嘛，爱设立哦。最近伫高速公路的第8交流道，都有一台车向失控去弄到安全岛，安全的装置嘛自动来启动哦。驾驶是讲伊向误神，嘛讲伊是有用自动驾驶。专家就提醒讲，就算有自动驾驶，洗车嘛是爱注意，袂当伤可惜。
一台轿车完全无打动，就安尼弄去安全岛，连边仔顶伫涂骹的塑胶笋，嘛互人弄甲飞起来。拜是德北交流道附近发生严重车祸，警方指出，赛车的42岁查甫驾驶载5岁查某囝伫车顶，当时有使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因为家己一时忘神，才出车祸，好加在车顶的2个人拢只受到轻伤。我觉得自驾这种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调整啊，上面的人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是还是以辅助为主，不能光靠它啦。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并无法应付所有突发状况，如未注意车前状态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亦将吊扣或吊销驾照。汽车业者指出，车速真紧的时，自动辅助系统伫我近停止的物体，也是慢速的车辆的时，可能会因为辨识能力无够，我都随判断头前有物件爱打动，就会发生事故。尤其自动跟车的车子，它一般是侦测物体移动，但是有一些物体没办法移动的话，有一些他们的跟车系统或是自动刹停系统会没有办法去辨识这一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没有移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采用紧急的刹车辅助系统去帮你紧急刹车。警方提醒，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时，赛车的人应该爱不管时保持专心。辅助系统只是辅助尔，袂使靠势自动驾驶，避免因为一时无注意出车祸。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顶个月哦，台北看守所有2个收容人熊熊无心跳，其中有一个是不幸过往。今仔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最近哦天气真烧热，有收容人甲家属是定情讲，认为因的性命健康受到威胁，望讲矫正署会当来提出办法。极端气候热人愈来愈热，日上海的状况嘛愈接发生。5月24日起，台北看守所有2个收容人送医，一个救无回来，另外一个还在住院，引起民间团体对收容环境的关注。监所关注小组表示，有真侪定情反映讲，监所是翕个热，全国收容人超收的状况嘛真普遍，环境个如歹，对收容人甲介护人员的健康拢造成威胁。民团呼吁矫正署要提出降温措施，分批做一些冷水澡的冲凉。我想监所目前的环境应该是做得到。那监所如果是有就是比较公共的空调的空间，可以分批的让收容人就是进去做一些降温的话，我就可以打断这个核心体温不断累积的这个循环。里面的监护科的管理员，收容人没有冷气，他们也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其实是同样处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里。矫正署是先背回讲，顶个月台北看守所的案例，收容人本身就有慢性病，是因是甲天气热无关联。针对降温措施，矫正署以台北看守所做例，表示建设有加做泉水降温设备，也有加热网仔，嘛有提供收容人啉冰水，甲增加洗身躯冲凉的会所等等。后续会阁同步检讨，看到一寡设备需要改善。不管我们电风扇啊、排风扇啊、壁扇啊，这个天井通风扇，我们都是有温度控管的哈，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希望我们回去再通盘检讨，就是说我们有哪些设备需要设施改善。监所关注小组表示，过来热人可能也有3个月以上的高温，嘛呼吁卫福部爱跨部会合作，提出监所日上海紧急医疗救护指引，也有高风险受刑人用药指引。劳动部嘛要注重公安检查，希望保障收容人甲监所介护人员的健康权甲生存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桃园航空社的铁称号要求讲，甲今年6月底进前奖励金甲搬厝的补偿金申请的期限会当搁再延一档。行政院嘛同意讲会当延到10月底，也毋过铁称号是认为，干来延4个月根本是无啥帮助，要求讲爱甲因继续沟通。航空社铁称号顶个月23日，行政院长杜英台တင်前要求政府要遵守升起后签的承诺，将今年6月底加速开发15%奖励金，甲年底最后搬迁50%奖励金的期限延一档。行政院嘛已经做出指示，同意调整选配安地区域民众的配合加速开发奖励金申请期限，为6月底延到10月底。考量不影响第3跑道区段征收工程的情形下。考量安置户目前的重建进度，经过与民航局讨论后，将奖励期限调整延后4个月。针对加速开发奖励金简单延4个月，桃园航空社地方促进会无同意，批评是即起高式的做法。安地区域目前申报开工的是1471户，有116户竣工，已经摕到使用执照的简单14户。认为延4个月无意义，根本做袂到，应该甲铁签号讨论了后，做出合理的决定。是延到10月，这个是挤牙膏式的方式，对，没有办法接受。
该给我们的50%年底的奖励金，你现在已经决定不给了。你延到10月份，我们做未到，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不是不做，我们做不到。地政局回应，根据统计，目前市府办理区域适用对象大约308栋，交通部民航局大约360栋，有意愿要起的已经有超过8成已经起好2层楼的版本。市府会尽上大的努力，务实毛阿所比的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中教育会考哦，今仔已经寄出成绩单了。台师大新出中心公布统计，今年是有182000个考生哦，16000多人，差不多有9%的考生是摕到5科拢 A， 写作6级分呢是有712个人哦，也毋过嘛是有10490个，将近6%的考生是摕到5科拢大加强的 C， 人数是比去年侪400多人。高中教育会考早起8点开放查成绩，就18万人同时要去理查。台师大新职中心统计，今年5A 有16293人，占所有考生9.04%。5A 作文6级分有712人，占所有考生的0.4%。5B 有10598人，占22.53%。上侪人，5C 有10490人，占5.82%。分析103年到即卖学历变化，国文、英文加数学正式连续百分比增加超过6%，社会自然超过3%，数学加社会大加强降低幅度超过6%，因那国文、英文自然的降幅超过4%。因为各科老师的努力，其实待加强的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呈现减少的一个趋势哦。作文有1261人摕到上悬的6级分，占0.71%；四级分有15998人，占比上侪，要到6成。规个来看，78%的考生会当达到基础以上的等级。文藻华府大学应用华府文系教授林雪莲讲，这边的作文和事物新面貌，将在考生用免水度加塑胶杆做对材。免洗块，他说要把它改造成那个诸葛亮的连弩，就可以一直发射啊，他就写得很细啊，怎么把那个白胶粘在一起啊，哦，怎么样去填充子弹啊，哦，然后最后写说，他想到说小时候跟爸爸一起改造。今年数学科零级分也比去年较少，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phong水讲，会选到第一题的顶查数列，学生有确实有回答这题是历年来上悬。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新测中心讲，会考的成绩出来了，各招生区也公布个人思维区间，也有累积人数这块资讯，考生会当按这块评估落点，规个综合考虑了，结果来填志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哦，今年有2个学生得到总统教育奖，一个是读国小，一个读高中哦，一个是身心障碍者，一个来自单亲家庭，因拢勇敢来面对困境，嘛望讲未来会当来帮助别人。咱做伙来看因的故事。黄文竹摕到三角铁，在台顶表演，伊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之一。伊有养hình，嘛是罕见病症的患者。虽然身体有病痛，身体机能嘛大大啊退化，啊毋过伊依然是保持乐观，充满笑容，勇敢面对每一天。伊目前读南投的新民国小，啊毋过伊较介意做志工，嘛会去红十字会服务。最喜欢去学校还是做志工？做志工，伊的原班是要讲要做的造福员啦。目的伊讲吼，伊要顾老大人。嘿，伊要家己看讲，伊是破病啦，伊家知讲要顾老大人。南投阁有另外一位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是读草屯商工的张玉金，伊是单亲家庭大汉，啊毋过自律，阁文武双才，是排球阁竞技读杯的选手，嘛真够读册，捌摕到专业级的头名。嘛摕到全国商业类科工艺比赛商业干部的金手奖。一定也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被看到。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喜欢什么就去试，不要光想，要去做了，你才会知道做不做得好，会不会成功。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南投县长柯淑华学了2个南投囡仔，面对无同的人生挑战，佮用勇气、佮积极的态度突破限制。因嘛鼓励佮较侪人爱活出精彩的人生。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再看台东县的生态保育者是发现讲哦，公路排水沟的边啊，拢会设水井，也毋过常常拢有野生动物会掉伫内底。最近哦，就抢救到一只一级保育类的茶瓜龟。
保育团体嘛呼吁讲，这款山区排水沟的设计应该爱检讨。顶礼拜，生态保育团体伫暗时生态调查，拄好伫台东县一个县道公路排水沟的集水井，发现有一只龟掉伫内底。今朝看是一级的保育类美龟，因为集水井大约有2公尺深，若唔紧救这只美龟，伊就会死去。因随通报管护甲林保署及时救援，并且甲伊放回去大自然。我们的判断应该是，不小心沿着可能沟渠或者是排水沟爬到那个集水井里面。那其实这样的集水井的设计非常的不友善。保育团体表示，因为台东县山区道路真济，拢会设计排水沟甲集水井保护公路边仔的行。不过有的集水井真深，壁又个骨，对野生动物来讲是陷阱，无法度逃生。呼吁相关单位要成立跨部会优先生物监听平台，来提供野生动物逃生的出口。我们也会持续来盘点相关待改善的事项，那逐步来做相关的改善。我们有个国土绿网计划，那在计划里面呢，我们会有大平台会议的召开，小平台会议的召开。那主要就是我们会邀集相关权责机关共同来讨论。台东林保分署表示，中央成立的国土绿网平台改善案例，亲像伫本溪流血创的动物通道，就是找公家甲私人的部门做伙解决的优先生物治理工程。因若即届发现美龟掉伫排水沟的集水井内底，会搁再邀请相关的单位做伙来研究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动保团体指出，讲北部的龙洞狗10冬来减少超过4成，这嘛显示讲绝育等政策有发挥效果。也毋过，最近所有人话讲望台减绝育的经费，调野立委今仔是表示讲会继续支持动物绝育甲收容，嘛望讲中南部卖当来参考北部的做法。行路常常拢会看到龙洞狗有的会足请家人，造成社会困扰。有动保团体拜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提悬绝育的比例是减少龙洞狗效果上好的方法。因指出，这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已经减超过4成。在新北市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那从第一次调查的39000只呢，降到第2次调查的17000只，算起来呢是在7年内下降了48%。动保团体表示，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会当降低，是因为同齐推动3种方式，也都是为源头绝育、做主人责任教育、甲加护轰炸，了解饲狗的情形，协助绝育。而且这款做法嘛得到国际动物族群管理专家的肯定。啊，那伫记者会调野立委嘛表示支持龙洞狗绝育的做法，呼吁中央甲地方要继续投入资源。正确的动保的议题的做法，我们也不应当走回头路。就提高绝育的强度，绝对是在现在动保的课题源头管理跟末端的收容两者当中重中之重的环节。中央的政策工具手段，来让地方政府能够配合，与我们民间团体共同一起，来让中南部其他的县市也能够加速跟进。调野立委嘛讲，希望透过这摆北部的成果甲方法，和中南部做伙参考，针对外界主张要缩减绝育的预算。动保团体讲，若减弱绝育的工课，未来凡事要开支这社会成本，希望政府继续加强绝育政策，为源头控制龙洞狗。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今仔6月7日是联合国的世界环境日，早起有环保团体就指出讲，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天灾是愈来愈严重哦。天气即马是愈来愈热，嘛已经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咯。所以呼吁各界应该要赶紧来提出行动，替地球降温。世界环境日，地球出牌。10个环保团体甲代表地球的脚球压悬悬，各出几若张悬温警示的安排。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天气愈来愈热，大伤害的问题也愈来愈严重。文化是最近台北上热的所在，这几年拢是，阮有发现讲，即马5月气温已经超过38度啊，啊，毋过暗时嘛是过33度，就是讲这个现象伫咱的生活内底一直拢存在。啊，5月的时阵嘛，已经有300外个人因为迄个上热送去病院，啊嘛有人因为安尼死伫伊的田内底。环保团体指出，气候变迁的议题应该要对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的环境改造、都市的交通规划，甚至要对国家的能源政策做整体的检讨甲改变。
台湾我们现在正身处于所谓的双重危机当中，一方面是因为荷姆斯海峡封锁所造成的能源危机，台湾几乎是在这个能源危机里面的最前线。第二个危机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温危机，就是软化所造成的高温危机。今年度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发出警讯，说今年度的圣婴现象会非常强烈，所以今年度的那个夏季的高温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在屡创新高，提醒着台湾政府必须要有更多积极的一些因应作为。6月初5是联合国定的世界环境日，国内环保团体也宣布，台湾气候行动奖正式起稿，有规划超过20场的论坛、讲座，帮社会共同参与，这会采取更加积极的环保行动。记者关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放假的史努比是参考米格鲁狗仔设计，这款狗仔唔拿果水，嘛因为真好教，防训练者机场的检疫客来掠毒品、违禁品。伫美国嘛利用米格鲁来进行动物实验哦。也不过美国的动保团体甲实验犬繁殖场拍9档的官司，最近总算成功来阻止，搁再繁殖米格鲁来做实验咯。对这阵米格鲁狗来讲，这是因生命中头一摆行出铁笼啊，感受日光甲空气，闻到草地甲土的气味，在这个会使互因安心的环境中，好奇探索青春的世界，轻松喐来喐去佚佗。面对头一摆接触的人类，因嘛拢无封闭，顾在人摸。So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that it's all come to this moment where the dogs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and experiencing all of this love and joy and freedom. We didn't know if this moment would ever come. And 得到终身的米格鲁先接受兽医的健康检查，然后各自疫苗、安入晶片，搁进行绝育的手术，再搁送去全美国各地等待认养。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已经有700外的家庭提出申请，比认养的数量超过预期。We want to make su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dogs has the absolute best outcome. Gets what they need, the time they need, gets spayed and neutered, and into the arms of a loving family. 因为米格鲁体型小、个性温顺、好管理，长期互人用伫个药物甲医疗实验。其中伫个威斯康辛州的里吉兰农场经营犬只半整60多年，专门供应实验室使用。动保团体对2017年开始对农场展开长期的控制甲调查，期间经过硬拢入去救狗仔甲激烈的抗争冲突以及法定的攻防，最后伫个多方的拍拼甲协调之下，农场同意放出所有的狗仔。而且伫个7月初1交出探证的许可证，避免遭受到同罪级的动物虐待起诉。虽然业者否认虐待动物，不过特别检察官认定场内部分目睭的手术定数违反州的兽医规范。这场大规模的救援，唔但救出1500条性命，嘛甲这个拖60档的实验犬探证历史停落来。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下晡8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